大家好，又係我房哥，好長時間咧冇同大家拍片啦。今日咧有個香港嘅朋友仔過嚟放盤，一套複式兩房，25萬咧就可以攞低噶啦。呢度就係沙溪嘅佳兆業大都會啦，周邊嘅配套可以望到啦。呢個樓嘅對面咧就係香山街市噶啦，買餸煮嘢食咧係相當之方便嘅。呢邊啊藥房啊買嘢㗎，仲有茶飲啊，全部都有齊㗎啦。呢個就係大森林嘅藥房嚟㗎啦。正前方過去呢，就係1+1嘅大型商場啦，仲有星寶嘅時代廣場。呢個位置真係步行10分鐘時間，可以享受到所有嘅配套，仲有飲食食購物都係10分鐘之以內呢。都可以搞掂噶啦。西區咧有一個市中醫院嘅，呢度坐車過去咧都係10分鐘時間咧就可以搞掂噶啦。成個環境嚟講咧真係唔錯嘅，特別咧呢套屋苑咧真係好靚嘅，香港業主嘅保養咧真係相當之正嘅，而且咧佢房間嘅定制啊全部做好晒噶啦，床啊衣櫃啊已經做好晒噶啦。空調咧3台都幫大家裝好噶啦，其實好多細節嘅問題咧都已經搞好噶啦。首先咧呢套屋苑咧係明水明電嘅，電費同埋水費咧都係你夠平噶啦，而且咧佢係天然氣咧都可以到戶嘅，呢個咧就係非常大嘅優勢嚟嘅。每一戶咧都有騎樓嘅，呢個咧又係一個大優勢啦。雖然係公寓，但係佢可以享受到嘅咧同住宅基本上咧差距唔大嘅，花園咧又夠大，成個小區有8座嘅，1到8座咧，除開5座，其他嘅咧都係複式單位嘅，從40方到67方，2房到4房單位都有嘅，選擇性咧都比較多嘅。平層單位咧有2個單位嘅，一個係大單間，一個係2房平層單位。其實成個小區嘅選擇性咧都算係唔錯咯。大環境嚟睇咧，成個沙溪咧公寓嚟講咧，呢個係優選嘅。大環境其實可以睇到啦，成個中山真正公寓可以做到咁嘅環境配套嘅咧，真係相當之少嘅。呢個位置咧就係香港直達巴士上6站嘅地方咯。我哋咧喺呢個位置買飛，買完飛之後咧喺度等車。車咧喺呢度直接可以上車噶啦，總體咧都係比較方便嘅咧。呢度咧就係5座嘅樓下，今日要講解嘅咧就係6座，6座咧就係呢個位置，其實咧都係相當之近嘅。南門嘅位置一入去咧就係6座位置噶啦。成個小區嘅環境咧真係好正嘅，跟住個鏡頭咧一齊去感受小區嘅園林咧，你就知道呢套房咧真係平噶啦。因為咧而家喺度放緊盤嘅咧，都係28、29萬嘅最多嘅，而且樓層咧都冇咁靚嘅，視野景觀咧都冇咁靚，可以望到啦。樓下咧內部嘅街鋪咧都係唔錯嘅，餐飲啊、髮型屋啊，仲有呢啲飲食休閒娛樂啊，其實內街部分咧全部都有嘅嚇，好方便嘅。如果長期嚟呢邊住嘅話，買台電雞咧就更加方便噶啦，可以兜下周邊嘅環境啦。其實咧呢個士多啤梨嘅採集園咧入邊咧好多嘢玩嘅，休閒啊，好舒服嘅。成個環境啊，真係我感覺咧真係值得買嘅，而且咧入住率一高咧，租金嘅回報率咧又好高嘅喎。而家一套複式嘅2房買翻嚟25萬，但係出租咧可以租到1500-1600蚊一個月嘅，呢個回報率咧我相信唔係話香港啊，大陸所有你揾晒嘅都冇咁大嘅回報率噶啦，而且咧出租率咧係相當之高嘅，一放盤啊真係啊1個月之內咧即時都可以租出去噶啦，所以大家咧可以放心呢個回報率同埋出租嘅問題，自己住都相當舒適噶。複式嘅2房咧，私密空間咧又夠，而且咧內部嘅空間咧一啲都唔會逼，可使用嘅空間咧超過40方嘅，所以咧價值咧都係冇問題噶啦。可以睇到咧，呢度咧就係南門嘅出入口啦。
南門出入口咧，呢一排咧就係電雞統一充電嘅地方，非常之整潔啦。兩邊咧食早餐㗎、茶飲㗎，所有嘢咧都齊全嘅。成個小區咧商業氛圍咧，南邊同埋北邊大門咧，兩邊嘅大門商業氛圍咧都係非常之好嘅。西邊嗰就係正大門，正大門咧就係飲食為主嘅咯。前面咧有條大嘅河涌嘅。而家跟住個鏡頭咧入去小區，感受下成個小區嘅內部環境，仲有小區入邊嘅格局，仲有佢嘅管理，真係相當之唔錯噶啦。入到小區，我哋感受下呢個小區真係氛圍相當之好啦，好多人㗎，人氣相當之足嘅。成個小區3000幾戶人，而家入住率咧已經去到80%以上噶啦，所以咧大家唔需要擔心呢個入住率嘅問題，而且咧煙火氣息咧係相當之足夠嘅。前方位置咧就係北門嘅位置，北門嗰邊咧就有士多啤梨嘅採集點啦，好大型嘅，環境咧都非常之好嘅。中意食士多啤梨嘅咧，呢度直行就去咧就可以搞掂噶啦，相當之平嘅。成個小區咧有8座嘅，前邊呢一排咧就係1座、2座、3座、4座，呢一邊咧就係5座、6座、7座、8座。5座呢邊咧就係平層單位嘅，係40方到62方。40方咧就係大單房啦，62方咧就係大平層嘅2房單位嚟嘅，價錢咧都唔平㗎，佢會比複式房咧仲要貴翻少少嘅。複式房咧性價比係最高嘅。今日同大家講解嘅咧就係呢一座啦，呢一座咧就係6座，全部咧層高咧就係19層嘅，環境都相當之好啊！入住落去望到啦，相當之高嘅，而且咧氛圍特別好啦。呢一座樓咧入門就到噶啦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前邊嗰度咧就係細路仔嘅活動中心啦，仲有所有嘅綠化嘅樓間距咧都係唔錯嘅。管理處咧就係前邊2座嘅樓下咧就係交物業費嘅地方噶啦。成個小區咧就係明水明電，天然氣咧可以到戶嘅。成個小區總體嘅環境咧評分都係相當之高嘅。前邊可以望到咧，香港嘅直達巴士咧，巴士已經到咗站點呢個位置啦。5座咧樓下咧就係香港直達巴士嘅位置啦。如果近排咧大家想快啲買套筍嘢嘅咧，呢套房咧一定冇錯過啦，因為而家咧1樓、2樓嗰啲矮樓層嘅咧都要賣到呢個價，甚至比呢個價仲要高嘅。業主對外咧係27個嘅，對我咧就25個，仲可以傾翻少少嘅。香港業主嘅保養咧真係相當之靚嘅，就係呢一邊咧7樓嘅樓層咧都算係唔錯咯。好啦，話唔多講咧，大家咧跟住我個鏡頭咧去親自去感受呢套屋苑。如果啱心水嘅情況下咧，一定要快速喺影片上邊咧連接房哥咧，房哥會帶大家嚟現場睇樓嘅。因為房哥咧就係樓下嘅經紀公司上班嘅世紀21公司，我相信香港朋友咧係相當之熟悉噶啦。好啦，跟住個鏡頭，而家坐埋 lift 上去，我哋現場去感及呢套靚屋苑。呢套靚屋苑咧係7樓。而家咧，房哥就嚟到7樓呢套屋苑嘅位置啦。可以睇到咧，呢個業主真係相當之細心嘅，做埋一個真真正正嘅304不鏽鋼嘅防盜門啦。而且咧，可以達到通風嘅效果，唔影響成間屋苑嘅通風。呢道門咧，平時我哋外出啊或者瞓覺啊，只需要關咗佢咧就 OK 啦。呢套屋苑真係相當之安全嘅。呢度咧就係騎樓嘅位置啦。騎樓可以望到咧，係相當之高嘅，晾衣架啊呢啲啊，全部都做好晒啦，包括空調咧，全部都做好晒噶啦。呢度咧晾衫可以晾地下，又可以晾上邊，非常之方便啦。前邊咧就係望士多啤梨園，仲有釣魚場嘅。中意摘啲士多啤梨，中意食士多啤梨嘅，呢度真係相當方便噶啦。樓下嘅樓間距啊，仲有綠化啊，全部都係乾乾淨淨、企企理理，啲綠化咧都係相當之靚嘅。成間屋苑咧，1樓咧就係客廳位置啦，
呢個位置做翻一個定制櫃咧，就相當之靚啦。呢個房東咧定制櫃就冇做，呢邊再做埋個鞋櫃咧就 OK 噶啦。可以望到咧成間屋苑啊，真係乾乾淨淨。就係裝電視機嘅位置咧，房東咧就拆咗啦，我哋重新裝上去咧就搞掂噶啦。所有嘅牆面咧都係非常之乾淨嘅。再睇埋啦，呢個就廚房啦，廚房可以睇到係明水明電嘅，可以用翻天然氣噶啦。呢個煤氣爐同埋抽油煙機咧都係乾乾淨淨、企企理理。香港朋友仔嘅業主咧真係非常之中意乾淨嘅，全部可以睇到啦，都係做得相當之好嘅，包括消毒櫃啊、熱水爐位置啊，全部幫你裝好晒噶啦，非常之省心咯。所有嘅嘢可以望到咧，都係即時可以用噶啦。呢個位置再裝翻個大雪櫃咧就 OK 噶啦，隨時可以用噶啦。再睇埋啦，呢邊就係洗手台，同埋呢啲咧都係房東自己安排人重新做嘅。呢個咧就係沐浴房啦，沐浴房都夠啊，房哥咁大隻係咪？入邊都唔會逼噶。呢度咧就馬桶位置。呢個設計咧都係非常之人性化嘅。呢套屋苑先40方咧，其實實用面積咧可以達到100%噶啦。再上埋2樓啊，二樓可以睇到啦，呢個咧就係業主重新咧攞啲鋰材咧做埋噶啦。以前係玻璃嘅，呢個扶手啊，仲有呢啲牆面可以睇到咧，乾乾淨淨、企企理理嘅，一啲其他嘅垃圾嘢都冇嘅。可以望到啦，呢度係中空嚟嘅嚇，中空咧有部3匹嘅空調啦，係1級能效嘅，非常之慳電噶啦。先睇埋呢個房間咯，呢個房間咧就做咗一個榻米嘅，呢邊咧所有嘅吊櫃啊，包埋呢邊嘅櫃啊，仲有前邊嗰啲櫃啊，全部都做好晒噶啦。空調咧全部都裝好晒㗎嚇，所以咧呢個咧就係一個省心省力嘅。呢度咧可以放埋個書台啊，做埋個衣櫃啊，其他你想點操作都得，反正可用嘅空間咧係好大嘅。呢邊嘅衣櫃咧全部都做好晒，可以望到啦嚇。衣櫃做好晒，仲有床咧都係定制嘅，空調咧全部都做好晒俾大家嘅。成間屋嘅通風咧，仲有採光嘅效果咧，都係相當之好嘅。呢個業主真係相當之細心啦。如果對呢套屋苑有興趣嘅咧，可以揾房哥嗱聲連接，因為價錢咧真係好平，20零萬可以買到咁靚嘅屋苑，而且咧又係一手房東香港嘅業主。保養咧真係非常之靚嘅，有興趣嘅咧揾房哥，上邊可以連接房哥啊，相當之方便嘅。房哥就係樓下返工，即時可以帶大家嚟現場睇樓嘅。